第6題選擇題啦，佢就話學校咧係提供教育服務嘅生產單位，以下咧係一啲學校常見嘅人同埋物品啦。咁有1至5項啦，跟住就問你啦，上述哪一項係屬於學校嘅資本？咁首先你要知道咩叫做資本啦？資本嘅意思咧，即係生產過程入邊咧所涉及嘅人造資源，咁就為之資本啦。校舍固之然係資本啦，係人造資源嚟嘅，係生產過程裡面咧涉及嘅人造資源，所以係資本啦。教師係屬於勞工嚟嘅，係工作者嚟嘅，咁所以咧就唔係資本啦。學生唔係生產要素啦，學生係學校入邊嘅，你可以當係顧客啦，咁所以就唔係生產要素啦，就更加唔係資本啦。教師擁有嘅私家車唔係屬於學校嘅，所以唔關事。洗手間嘅洗手液係資本嚟嘅，係人造資源嚟㗎啦，係生產過程裡面要涉及㗎啦，因為學生要用㗎嘛，咁所以咧呢個就屬於資本啦。